是这个孩子呢还是很严重，包括手术以后的出血，心脏的功能不能够恢复，然后肺动脉高压的状态反反复复的就是表现出来。我们继续用 ECMO， 用呼吸机，然后后面小便也不好，我们又启动了肾脏替代，我们努力了很长的时间，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能够用的治疗手段都用了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好转。每个医生都要去面对的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是说我们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回报的。虽然说我们想通过我们努力让所有的孩子都转危为安，让每个家庭都很开心，但是事实上没有，我们还是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现在在做的目前的治疗还是跟原来一样，就是对全心的一个辅助。所以说我们觉得这2天的努力看下来的话，这个孩子自己恢复的希望非常小。那后面我们再继续维持这个方式，看看他能不能再慢慢好起来一点，但是他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小，因为我们也尝试了这2次之后啊，觉得这个可能。今天本来就想给你进一步，对，结果他好像这一步很难进不了，对，他反而还退了半步，感觉。好好的带他来了，真要是有什么事了，我们俩不知道怎么交代，我们俩到底要不要回去？我们能进去看一眼。有办，而且他现在回来到现在，不是很满意的一点就是说他的手脚的颜色，就是姐姐帮他把那个手脚打开了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挺差的。其实我们作为医护人员来说，就是希望能够有办法，但是走到现在的话，感觉像是山穷水尽。我现在是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感觉。我们考虑了一下，就是说，到最后走那一步了，也是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这个器官捐上之后，最起码还有一部分，他的眼角膜最起码是好的。我说如果捐上出去，最起码还能再看到这个世界，无论在谁的眼睛上。就是说，中国人口这么多，也许不经意间，你经过的那一个人，也许他用器官了或者什么的，不可能是你的孩子。你到这里签个字就行，好吧？可以了。好，感谢你。是你们真的能最后做出这个决定，让他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是对你们表示非常的感谢。也许我们的孩子去了天堂，但是他用了一部分有用的东西去给别人创造一些光明了有用的东西，在我们心里，不在我们心中。现在爸爸妈妈也尽力了，医生们都已经尽力了，也不要怪我们，不要怪爸爸妈妈，这样也是算是一种解脱吧。我们就是做好打算。